港唔單止係一個優良嘅通商口岸，亦係國際民航空運中心。香港機場係喺市區嚟，飛機乘客首先就可以喺空中欣賞呢個世界知名旅遊勝地嘅景色。啟德機場係亞洲最現代化嘅一個飛機場，有電子控制導航設備。啟德機場嘅跑道可以講得係世界上獨一無二嘅，因為佢係用移山填海嘅辦法建築而成，深入九龍灣超過8300英尺，足夠世界各類型噴射機安全降落。政府並且計劃將跑道加長2000尺以上，使香港能夠追隨世界民航空運嘅發展。當一架飛機嚟到香港，即係話又有一批人客嚟到呢度使錢觀光，或者係幫襯我哋做生意。咁喜客嘅香港人當然係熱烈歡迎佢哋啦。每日來往啟德機場嘅飛機平均有170架咁多，出入境嘅旅客平均每日超過3300人。除咗客運之外，啟德機場嘅貨運亦都好繁忙，每年套吞嘅貨物同埋郵件有3萬公噸咁多。做生意最緊要係爭取時間，所以啟德機場嘅貨運數量每年都增加唔少嘅。香港啟德國際機場能夠喺世界上享有崇高嘅聲譽，設備優良當然係主要嘅原因啦，亦因為來往嘅旅客都得到殷勤服務，使佢哋覺得旅途愉快。嚟到香港呢，好似返到屋企咁。搭飛機嚟香港嘅旅客一年比一年多，入境旅客大堂時時有人滿之患。嗱，即如檢驗護照啊、檢查行李嘅地方呢，好多時都逼滿晒人嘅。因為咁嘅緣故呢，政府已經撥出1500萬元擴充機場入境同埋其他嘅設備，使到旅客更方便、更舒服，吸引更多嘅飛機嚟香港。出境嘅旅客而家讓得到呢種迅速同周到嘅服務嘅。呢度係機場大廈離境旅客大堂。機場大廈現時每點鐘可以容納超過1000名旅客。根據發展計劃擴充之後，將來仲可以容納多1倍嘅旅客添。呢度係入境旅客大堂，又有各種方便旅客嘅商店。啟德機場仲有好多其他設備同服務，譬如同飛機加油啦，同飛機搭客準備膳食嘅廚房，消防隊隨時準備應付任何意外事件嘅發生。呢啲就係機場平安嘅保證。我哋就嚟要起飛啦！喂，大師傅小心啊！如果倒瀉咧，就好多人都要抵肚餓噶啦。